戴上手套把球投出去，拿起球棒奮力一揮。台南城市吉祥物航阿喵這回因應世界棒球經典賽，化身為投手、捕手和打者，要替中華隊來應援。光是在社群上的動畫，就讓不少人直呼超可愛，就連實體公仔一開放預購，也都搶着收藏。棒球造型看起來比想象中可愛啊！对啊，比想象中可爱。之前的話是比較貓咪狀態的那個姿勢嘛，大家都很熱衷的一個棒球運動賽事嘛，所以如果扯到棒球的話，其實大家都會蠻有那個共同話題。濃縮棒球運動的動態張力與角色魅力，總共設計出5款造型，當中有滑壘得分的姿勢最令人期待。在愛國婦人館2樓，文化局特別透過場景建構與故事鋪陳，讓航阿喵穿梭在熱血的球場中，現場也準備手拿牌道具，讓民眾與航阿喵同框合影。背板的部分，我們時間是8點26，其實就是我們2026年，就是今年。那得分的部分的話，我們是16比24，就是1624。那安打數是20比24，就是2024。蠻情境式的一個布置，就是讓民眾來到愛國婦人館的2樓，然後好像可以進入到一個由航阿喵作為打擊棒球選手的一個場域，結合棒球運動與城市 IP 創意，將球場上的拼搏精神融入展場。隨着世界棒球經典賽登場，台灣再度掀起棒球熱，這股風潮也吹進台南的文化場域。記者周懷談的報道。